浮夢世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繼章。平常心開始咗啦。今日嘅故事係關於一間洗手間嘅。洗手間有咩故事啊？咁你聽下咯。有一對夫婦，佢哋駕車經過一間鄉下嘅餐廳，大家都肚餓啦。不如停低食啲嘢啦。好啦，食到咁上下，太太就話：我去洗手間先。入到洗手間，好多盆嘅盛開嘅杜鵑花擺咗喺洗手間個木頭桌子上邊，好靚啊，粉紅色。洗手間裏邊係執得好乾淨，好整齊，可以話一塵不染。咁靚嘅洗手間，令到你太太一路去得好開心。好啦，去完洗手間之後，自己原來將啲水啊啲嘢揈到周圍濕晒，佢有啲唔係幾好意思啦。人哋個老闆將個洗手間佈置得咁靚，如果我整到成個台都係水，咁好似對唔住人咯。於是佢主動咁樣用一啲紙將個洗手間抹得乾乾淨淨。跟住翻到去餐廳嘅時候，就對老闆話啦：老闆啊，你哋擺洗手間嗰啲花真係好靚。個老闆好得意咁話：太太，呢啲花唔係淨係靚噶。嗱，擺咗呢啲花之後，你知唔知啲客人呢？佢哋對個洗手間嘅清潔啊，或者個愛惜啊，多咗幾多啊？以前啊，立亂噶，去完之後啊，好多垃圾。擺咗啲花之後，大家都珍惜好多啦。的確，如果呢個地方係保持得好乾淨嘅，人哋點捨得整污糟？用少少嘅創意，就可以令我嘅環境變得更加美好。講到底，入到一個乾淨清潔嘅環境，個個都唔想破壞。但係如果得到一個地方係好污糟嘅，周圍都垃圾，會唔會有人珍惜？個環境先會變得更加污糟啦、亂啦、差啦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呢句說話適用喺任何嘅地方。如果我哋話人哋，點解你唔保持乾淨？首先，請你由自己開始做起，保持呢個環境乾淨，又或者你自己嗰個心靈保持乾淨，咁人哋點捨得整污糟佢呢？雖然我哋唔係上帝，我哋唔可以令到所有地方都乾淨，喺我哋控制範圍，起碼保持咗一個乾淨嘅環境、乾淨嘅心靈，人哋就會同你合作，將呢個地方、呢個心靈保持得乾乾淨淨。平常心，我哋下次再見呢，拜拜。人善天不非，簡單一個道理，怎麼不看透？任君多美麗富裕，在最後平頭，每種因果是有天收。人善天不欺，你懂得以後掌握心中節奏。只要識得樂，睡得好，天天裏笑得開口，便已足夠。